詹子贤拉到了左外野方向，这球很深远，这球出去了，是红了。哇，这个球被他逮中，而且是狮头球，在红中偏高的方向啊。詹子贤这时候扫出了2分的逆转全垒打。本季的第8轰，现在单独站上了全垒打榜的领先位置。是，所以当廖任磊上来的时候，可以看到从第一颗到刚刚那一颗，全部都是直球，你没有看到任何一个变化球，所以对打者来说，当好球数领先的时候，就可以大胆做直球的攻击了。哇，詹子贤他最近的全垒打都非常的关键。他上一轰是在乐天桃园的主场，然后延长10局上从陈宇勋手中扫了一发超前的3分弹。今天则是现在8局上来了一支逆转的2分炮。